嘿，朋友们，欢迎回到Seven的频道。今天给大家分享如何注册一个谷歌账号，以及用我们注册的谷歌账号去免费获取谷歌云计算服务$300试用额度。一个谷歌账号可以登录谷歌旗下的所有产品服务：谷歌云端硬盘、谷歌邮箱 Gmail、谷歌 YouTube、谷歌旗下的 AI Gemini、谷歌商店、谷歌应用市场、Google Play。我们今天的重点是用我们注册好的谷歌账号去免费获取谷歌云计算服务$300试用额度。为了提高免费使用谷歌云$300额度的概率，我这边还是使用 ADSPower 指纹浏览器，搭配美国注册 IP 线路来创造网络环境。我们用 Clash、Mi Home Party 这客户端，用全局模式开启虚拟网卡通模式，用它来做前置代理。如果你不清楚为什么要这么操作，你可以看一下这些视频练习代理。OK， 我现在生成注册 IP 线路，国家我们选择美国，地区随机，代理协议选择 SOCKS5，IP 轮转周期选择粘性，创建2个，确定生成，确定，2条线路生成中。现在美国注册 IP 已经创建好了，这边打开指纹浏览器 ADSPower， 新建一个浏览器，名称随便写，代理信息这里我们选择 SOCKS5， 我们复制 SOCKS5 信息，节点 IP 导入这个指纹浏览器里面来，主机，这是端口，账号，密码，检查代理。我们看一下有没有开启通模式。OK， 是通模式，测试成功，确定。打开这个浏览器，我们访问谷歌网站，这是一个加州美国带宽 IP 原生 IP， 点击 Sign In 注册一个，点这里创建一个账号 ，First Name 写这个名字，我这边写 Seven。下一步，这里的生日，根据自己的需求随便填一下，点击下一步。这里填写一个 Gmail 邮箱的前缀，后续就是你的邮箱账号地址了。这里填了以后是不能更改的。OK， 我这边去写 Seven 的分享。输入一个邮箱的密码，这个密码非常重要，一定要记住的。点击下一步。到了这一步，它需要验证我们不是一个机器人，需要填一个美国手机号码，或者说其他国家的手机号码。可能很多人就卡到这里了。我们来到一个解码平台，这个 Dyson SMS， 这个解码平台提供的号码质量都是非常高的，这个里面的号码都是美国实体手机号。这是一个临时解码平台，它里面有很多服务，很多号码，在这里搜索你的解码服务，它有 WhatsApp、谷歌邮箱、Gmail、YouTube 之类的 ，ChatGPT、Telegram， 还有 Facebook。OK， 我们选择这个谷歌$0.2，点击就可以了。好，现在来了一个号码了，就这个号码，我们复制这个号码，来这里粘贴，点下一步。好，验证码发过去了，我们来了这个平台。哦，这是 code， 它已经发过来了，我们复制这个 code 就可以了，把它复制过来，来这里粘贴，点下一步。到这一步，它需要我们填一个恢复的邮箱，就是说你的邮箱，比如说你登录不上去了，你可以通过这个邮箱找回。OK， 我这边就填一个邮箱，点下一步。顺便提一下，这个平台的充值方式只能用虚拟货币去充值，像 USDT、狗狗币、比特币、莱特币之类的，以太坊。OK， 点击下一步。这个刚刚在解码平台的号码，它只是为了验证我们不是机器人，后续我们可以绑定自己的号码的，这个不用担心。点击同意，确定。OK， 我们现在这个谷歌账号已经注册好了。那么现在你就可以用它的邮箱服务、它的 AI、它的相册、YouTube、谷歌硬盘等等。
现在我们来免费获取谷歌云计算服务$300试用额度。这里输入 GCP， 打开，获取$300免费试用。我们点击免费试用，点击同意与继续。第二步需要验证我们的个人信息，我们点击这个，选择个人，这里选择个人信息，然后这里输入名字，阵营的名字一定要填自己的真实名字，就是待会它会绑定信用卡上面的名字。这里的地址不一定是信用卡账单地址，我们就生成一个美国地址，我们直接把这个地址复制过去，这个城市，这个市中，这是邮编，这里是可选的地址，我们不用选，直接点击继续创建。我们再填一个付款方式，选择信用卡付款，点击保存信用卡，点击开始免费试用，点击验证。这里的意思是要验证这张卡是你本人的，谷歌会在这张信用卡上预付1至2美金，就是扣1至2美金金额。同时在这笔扣费的账单上会显示6位数的验证代码。这里点击获取 code， 获取验证。因为这是信用卡预付1至2美金，并没有实际结算成功，手机会收到扣费信息，但是打开银行的 app 找不到这笔扣费账单的详情，6位数的验证代码就是显示在账单上面。这个时候你需要打这张信用卡银行的客服电话沟通，问银行客服刚刚预付的1至2美金账单上显示的6位数验证码是多少，然后把这6位数验证码填在这里就可以了。出现这个步骤算是 3D 验证了。当然也不是每张信用卡都需要这样操作，完全是看运气，应该是谷歌为了防止被盗刷的情况出现。OK， 大功告成，现在我们就获得了谷歌云计算服务$300额度，有效期91天。不要点击这个启用完整账户，如果说你点了以后你的额度不够的话，它会在你信用卡里面扣除的，所以不要点这个启用完整账户，我们把它关闭就行了。我们不启用这个完整账户也不会影响我们开 VPS 虚拟机。下一期视频给大家分享如何在谷歌云创建 VPS 虚拟机实例，并且在 VPS 虚拟机上部署网站或者说你想要的服务。如果本期视频对你有帮助，请帮我点赞、转发、留言，我们下期再见。